形状必收获，上天不归必忽悠。刀剑手你开磨，风雨见证乃断末，今生才回眸。岁月不扰转瞬过，没有不要前进的理由。受委屈在斟酌，逼自己一把开拓，一柱擎天，正气磅礴，突破逆境争上游。眼前荒芜弥漫着沙漠，我要破釜沉舟分一搏，惊涛骇浪，问家大法咒。我心当宿命啊，过三关，我改头我民有会中我，放下牵挂，勇敢过，我一心继续多忠心。受委屈在斟酌，逼自己一把开拓，一柱擎天，正气磅礴，突破逆境争上游。眼前荒芜弥漫着沙漠，我要破釜沉舟分一搏，惊涛骇浪，问家大法咒。我一心只想多忠心。末法时期三朝普渡之因缘，乃是大根器、大智慧、大使命、大愿力、大承担者、大发心发愿者，愿意出生入死、动进退、动患难者，方才能修得起、办得起、扛得起、做得起、要求得起、牺牲得起、